陳老師早晨好，我係羅千如，我係學係71217-003，我嘅學係國立國航撐旅大學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嘅學生。呢個係我，呢啲都係我嘅家人。我屋企有6個人。除咗爸爸媽媽之外，阿嫲都同我哋一齊住。阿爺已經過咗身啦。我有2個兄弟，1個大哥，1個細佬，我排中間。阿嫲鍾意唱歌、畫畫、煮飯，平時仲會成天切水果俾我試聽。阿嫲有好多朋友，佢哋成日約埋一齊傾偈。大哥而家喺政治大學讀書，佢住宿舍好，佢個腦超勁，仲借咗3個補習學生。細佬而家讀緊明道中學嘅餐飲科，佢成日研究點樣賺錢，甚至連股票都玩埋。我而家讀緊國立國航撐旅大學，同學都好好。雖然我唔太鍾意呢間學校，呢間學校嘅規定比較多，但我而家過得好開心，舒服又自由。我爸爸以前喺一間生物科技公司做主管，成日有好多客戶要聽佢指揮。爸爸同媽媽以前係高中同學，為咗追媽媽，爸爸努力讀書，同媽媽一齊考入咗同一間大學，之後一齊出嚟做嘢。不過當時嗰間公司執咗啦，爸爸好勇敢，揀出嚟自己開咗間彩券行，而家穩穩陣陣做到有10班員工。之後爸爸媽媽係出面買樓收租，幾年前又開始做團購生意。直到舊年，爸爸已經半退休啦。我哋屋企由細到大成日吵吵鬧鬧，但係好有樂趣。記得細個嗰陣，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出去玩，住酒店、露營，仲經常出國旅行，真係好幸福。我爸媽嘅興趣係運動，細個嗰陣成日帶我哋去游水、踩單車、跑馬拉松。爸爸仲環島過台灣好幾次添。今年甚至參加國際性比賽同三鐵。今年夏天，佢仲會去加拿大跑馬拉松。我覺得我哋嘅兄弟姊妹喺成長嘅中可以有更多難忘嘅經歷同體驗。真係要多謝爸爸媽媽嘅興趣，我哋可以平安健康長大，亦要多謝阿嫲嘅悉心照顧。我哋屋企好熱鬧，我好鍾意我嘅家人。我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啦。從完全唔識廣東話到而家可以用廣東話自我介紹同介紹屋企人。
我非常感謝陳老師呢個學期嘅教導，多謝陳老師。